非常之多謝大家出席電影廚師法版嘅世界首映禮。首先呢，我哋用熱烈嘅掌聲去歡迎廚師法版嘅團隊，包括導演黃浩然、鍾宏傑，仲有我哋嘅男主角盧振業，4位嘅女主角梁雍婷、楊思穎、張文嘉、彭秀慧，仲有黃日豪、Mallory Gladys、陳樂天、黎雲慧同埋 Lolly Talk 成員陳紀晴 Tanya， 監製鄺佩斯，有請咁多位。我係導演黃浩然，好多謝今晚你哋嚟。希望同到一啲新嘅故事啦，一啲唔同嘅香港演員啦，同埋希望大家可以做一啲故事係講本土，但係可以連結世界咯。我特別中意就係當我主角個名叫林克啦，拜訪唔同嘅女仔嘅時候，佢要面對唔同嘅廚房嘅，佢點樣去 adapt 人哋新嘅空間，然後用佢嘅經驗或者佢知識去煮嗰餐飯出嚟。其實喺今次我哋呢個班底嘅演員，其實好多都係唔同嘅作品合作啦，所以我覺得好似一個 reunion 咁咯，好似個默契咧，一早已經有咁樣，尤其是同導演啦，真係好快2-3個 A 明啦，我哋明知道係做啲乜嘢啦咁樣。呢部電影最多嘅時候就要忍一忍口啦。我記得有一個 shot 拍完，係全部 crew 演員係衝過去夾走晒所有嘢，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幾好玩嘅經驗。最有趣係同小野係合作咯，我真係第一次同佢合作，咁我係好開心。小野係我遇過嘅最細心嘅男演員。對我嚟講係減輕咗我哋好多嘅煩惱，非常之多謝佢咧。我覺得我哋嘅戲咧係一個即係好似家庭式嘅私房菜咁，但我冇諗過我哋嘅全球首映變咗個千人宴，所以多謝大家今日。